有真侪大学拢伫今仔日开学咯，针对着武汉肺炎，北部的大学积极来应变。要入去学校进前，伫个门口来乘量体温。东吴大学、政治大学启动着防疫点名，一旦有状况，会当来掌握着接触史。台湾科技大学的学生餐厅，桌顶是来装饰着即个透明的隔板，减少着烂手来传染。啊，若一寡大型的活动，嘛拢取消了。 安尼搭就是无希望好病毒入校园。东吴大学搬5台红外线热像仪，早起7点半到暗时8点半，一旦有人发烧，机器就会出声。有没有烧？没有提热？热提热饮，这热的是吧？对。咖啡来53度。唔是人发烧，是早顿伤烧，这个机器真正有够敏感。 逐工爱量体温会搭无共色水的大纸，以免有人偷走入去。点名想要偷走哦，恐惊无遐简单。烦恼班上一旦有人有状况，会使掌握接触史。东吴正大、成大上课拢爱防疫点名。 这个人数，然后跟哪一个人都有一些记录。那以后如果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也都会有一个追寻的一个管道。台湾的习惯就是吃饭就会聊天。那板子还是要隔一下好了。对。人讲关机不记真君子，要过食饭若无开讲就无意思。大科大真大心伫学生餐厅的饭桌顶倒这款透明的隔板，就算食饭的时有开讲，嘛会使减少传染的机会。 大型的集会活动，像讲台大就业博览会、清华大学的媒体赛，还有中正大学的千人写生，拢取消。希望大学生用天地正气发古今完人，完全拢无破病人。